生日嘅時間咧，我哋係馬不停蹄，一共咧安排咗22場嘅活動。我自己本人參加嘅咧都有17場，官方嘅會見啦、一國兩制嘅成果展示啦、經貿合作推介、文化交流。今日咧上晝咧亦都拜會咗葡萄牙嘅總統啦、議會嘅議長啦、總理啦，同埋咧最高司法法院嘅院長。喺會晤過程中咧，我向佢哋咧介紹咗一國兩制喺澳門成功實踐嘅情況。澳門咧作為中葡平台嘅獨特優勢，以及咧橫琴粵澳深度區發展所帶嚟嘅廣闊發展嘅空間，我哋達到咗加深相互之間嘅了解、深化傳統友誼，同埋咧加強全方位合作嘅呢個目標。我亦都相信咧，澳葡合作咧一定會提升到新嘅水平。澳門咧一定會繼續發揮其獨特嘅優勢同埋價值，為中國同埋葡語系國家全面戰略合作伙伴嘅關係咧作出更加大嘅貢獻。更加令我感到好欣慰嘅就係我響Lisboa同100多位咧正在留學嘅同學相聚，我睇到佢哋年輕而且朝氣蓬勃，充滿生機，希望佢哋咧能夠傳承好中葡嘅友誼，增長才華，同時利用呢個機會咧擴闊視野，為我哋國家同埋澳門嘅建設將來貢獻佢哋嘅力量。